嚟到11月，香港仍然有機會受到熱帶氣旋鳳凰影響。我哋會同大家分析下佢未來嘅路徑、強度變數以及對香港嘅風雨潮影響。鳳凰已經完成整合，並喺今日凌晨打開雲捲風眼，並增強為颱風。由衛星雲圖可見，風暴嘅環流相當廣闊，直徑超過1000公里。預料喺優良嘅環境下，佢會喺24小時內快速增強，有機會達到超強颱風級別。但係隨住佢靠近呂宋，垂直風切變會開始上升，令佢嘅增強速度放緩。短期內，鳳凰嘅路徑分歧唔大，會沿住副熱帶高壓脊嘅南側穩定移向呂宋，並進入南海東北部。隨後西風槽會打擊副高，令佢減弱同埋東退。到時鳳凰受到高壓脊同埋西風槽嘅牽引下，就會逐漸轉向北至東北方移動，移向台灣一帶。而鳳凰實際轉向嘅位置同埋幅度仍然存在變數，需要視乎西風槽打擊副高嘅強度同埋時間。雖然深秋南海北部嘅環境會較為惡劣，但係由於鳳凰屆時會處於高壓脊嘅西面，極向流出會大幅改善，加上海水溫度仍然偏高，預料佢2次登陸前只會維持強度或者稍微減弱，唔會好似以往嘅深秋風暴咁快速消散。喺香港嘅風雨影響時間方面，由於鳳凰長期處於香港嘅東南方，香港唔會受到佢同季候風嘅共伴效應影響，加上香港長期吹北風，受到地形屏蔽影響，風力會較細。天文台亦都預料，僅離岸同埋高地會受到強風影響。喺雨勢方面，香港下週初會有幾陣驟雨。由於鳳凰距離香港較遠，出現明顯降雨嘅機會較低。深秋風暴往往變幻莫測，誤差較大。我哋亦都會繼續跟進住鳳凰嘅最新動向，適時發布最新預測同埋風球概率評估。再會。